哇，这颗变化球最后有进到好球带，3振掉了张志豪。今天蒙德兹所投出的第1 K。这个球移动的轨迹真大。第一球选择出棒，在中外野的深处，陈杰宪向后退，在 warning track 的前方完成接杀。2局上半，中信兄弟最终留下2个残垒，没有得分。